我们立法院的辖区的分局所以我们今天来报案，告发了，告发苏贞昌院长在立法院备询的时候，说谎，散放假讯息，简单，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了。他在回答蒋万安委员的时候，误导民众，说信公这个肉品加工厂很支持他的来猪进口政策。当蒋万安委员在问他说，这个来猪进口，猪农还有加工厂大家都很担心，结果苏贞昌院长怎么回答？他说不会呢，不会呢，我们都那个厂商养猪场我都很熟，就举了这个例子，像信公还是你们国民党的中常委，他很支持呢。我还原了他当时的回答，事后以你凹了，还在凹，说我不是指来猪进口政策了，说是指台湾猪要出口，人家在问你就是来猪进口，猪农担心，加工厂担心，你说不会不会。举信公当例子，信公10月隔天当天晚上马上发声明说他们不支持来猪进口政策，混淆视听，所以特别发声明。那这样还不够真切吗？散发假讯息，影响别人的权益，影响大众的权益。好。他触犯哪2条法律呢？第一个涉违法，涉违法就是散发不实消息，扰乱社会安宁不实消息让大家恐慌这个就涉违法。另外还触犯食安法，食安法是怎么规定的？散发影响食安的不实信息，足以影响众人或是个人的权益。比如说，他说他影射信公支持来猪进口，那信公很担心他的消费者会认为他将来就要使用来猪，或是他现在已经在使用来猪，当然影响他的权益，也影响大众的信心，这个就是触犯食安法。所以针对这2条，我们作为一个目击者，我是目击者。告发他，请我们的警政单位要秉公处理，要秉公处理，防止犯罪与庶民都要同罪，都要受到一样的公平待遇。你是行政院长，也不能散发谣言不实的假信息。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告发，刚刚有去测试一下他们这个洽公停车场，我本来想说戴个口罩这样用平民试看看，不过他们还是事先知道的，所以这个刚刚是有空位，我就把车子停下去。然后我们现在就要进去这个告发了，报案就是告发了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之前你们有认为说他们帮丁一鸣这边来开特权，那你可能会问他要这件事情。我有问他，他当然不会讲今天没有看到红龙这个也算了好，他当然讲说没有那一天刚好什么有停车位，就像今天一样，这个安内北顺下一次要一般民众来试看看我们现在已经对外公告了以后来到中正一分局报案也好，来举发任何事情他们这边有2个。报案民众可以使用的停车位就在地下室你们就来这边报案，大家要先征询一下，有没有停车位？有停车位，大家都可以停这个是他们讲的，以后就应该要这么做如果说只是给特定人停，那就欧北共了到时候我们会再来纠正他们好，谢谢。